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未来一周海南的天气情况。从明天开始，海南将会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的一个影响，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，其中五指山以北地区局地还会有小雨。冷空气的影响持续时间是在31日到2月3日。受冷空气的影响，五指山以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到24度，五指山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24到27度。最低温方面的话，中部山区以及北部内陆地区可以降至12到15度，其余地区在15到18度。从4日开始，冷空气的影响逐渐减弱，5日、6日的话，气温方面会逐渐的开始回升，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将回升至24到27度，五指山以南地区的最高温将升至27到29度。最低温方面的话，也相比于前期也是有一个小幅回升的一个情况。中部山区、北部内陆地区最低温升至14到17度，其余地区升至17到20度。以上就是未来一周海南的天气情况，谢谢。